讲到心灵陪伴的教会，请曾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进入你的圣殿，伫你的面前要敬拜你。你是阮的天父，阮是你的囝儿。阮伫你面前恳求你，用圣神来充满伫这个会中，互阮会当静静听见主爱天父上帝你的声音，也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内充满你存在、平安甲喜乐。愿这间教会成做你所使用的教会，今仔进入这个礼拜堂的每一个人，因拢要伫这个所在通得到休困。愿伫你的面前，将阮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手抱阮、扶持阮、引带阮。愿伫你面前静静听，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的教会伫这礼拜拜一拜二有2天的聚会。有真侪人做伙伫这个所在上一个课程，迄个课程就是我的引法我治理，意思就是咱要准备设施上帝若要采用咱要成做一个陪伴照顾一个年长的长辈的一个课程。其实这个课程真适合伫每一个人准备家己要进入一个成熟的引法组。因为真侪时阵，咱无准备的时间，咱就进入一个引化的世界。咱又搁感觉咱真年轻、真有活力的时，其实咱慢慢伫不知不觉的中间，咱的年纪就加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这2天的课程，我有真深的感触。以前我读真侪古伦的册、古伦生活的册，因为伊的册对我来讲有真侪灵修的帮助。嘛有真侪心灵的鼓励。看起伊的册了后，我知影伊的教会有真侪事工，就亲像咱的教会，咱嘛有事工，因为咧陪伴一寡心灵陪同大，甚至是牧师，因无叫做牧师，因叫做神父，就是神职人员。咱的教会有咧陪伴一群伫成长过程顶悬的向日葵学院的孩子。咱的人生有无共款的困难？咱的人生有无共款的需要，一间教会应该真做陪伴人的教会。所以今仔日我想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伫面上帝的面前，咱来学习一个功课。因为这个功课毋是干那做教会这个宣教的事工，这个功课最要紧嘛，会当祝福咱的家庭。因为伫咱的人生中间，拢有机会。通陪伴咱的长辈，对不对？对一个家庭无长辈，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拢应该学习来陪伴咱的长辈。因为伫陪伴长辈的过程顶悬，除了咱用感恩来回应士大人过去照顾的温情。佫要紧伫咱陪伴长辈的过程顶悬，咱就对人生有新的态度甲新的学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咱会当学习，伫各种的境遇顶悬，咱拢甲上帝讲：我要亲像人的天使，我要亲像人的天使，我要成做我的囡仔的陪伴者，我要成做我的。教会的爸爸妈妈，毋是教会，是我的家己的家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陪伴者，生命的陪伴者，伊伫付出的时，伊要得到祝福。恁对看马太福音第5章，伊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咱的思考讲，那安尼诚做一个陪伴者。我应该有心中最基本的态度，我应该有最基本的心中的品格。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顶悬带咱读圣经，今咱所读的圣经有2段，但一个牧师又搁用2段新的，咱作识的旧的圣经诗，咱真识毋是旧的，咱是真识的圣经诗。今仔日圣经咧讲起兄弟姊妹好好徛起。亲像咧甲咱讲家和万事兴，
兄弟姊妹好好徛起，意思就是家庭和乐。大人囡仔做伙伫一个家庭的中间做伙成长。伊讲亲像上帝将稳定的油抹伫亚伦的头壳顶。上帝所欢喜的家庭，上帝用稳定的油抹伫伊的头壳顶。诗篇133篇只有3节，足短的诗篇，但是真适合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我嘛要用这段圣经邀请兄弟姊妹。用诗篇133篇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天父上帝用伊的油抹伫咱的头壳顶，就亲像天顶的上帝用天顶的稳定吸伫这间得堂教会的礼拜堂。礼拜堂就亲像亚伦的头壳，上帝用油抹伫油伫伊的头壳顶。伊讲着流到伊的喙手，流到伊的三肢。就亲像伫显门的山顶，上帝稳定就是神圣，伊的祝福分别做成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人生中间，有时咱的辛苦悲痛，因为即摆咱的家庭人拢较少，所以当时咧互相照顾的过程顶悬，若是判病住院，咱拢无才调24小时伫迄个病床顶悬来陪伴伊，对无？所以，今摆咱有真多的协助者，咱家叫做看护，伊就代替咱的家庭，伫咱辛苦悲痛的过程顶悬，24小时来陪伴照顾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好，互咱永远莫住病院，互咱到年老慢慢倒床伫安养院的眠床顶。真困难，但是这靠信心甲上帝讨。主求你怜悯帮助我，我知影，伫我年老的时有真多代志，我由不得我。但上帝，你若是一个是怜悯的上帝，恳求你听我的祈祷，互我伫臃肿的时，成做别人的陪伴者；互我伫我有需要的时，别人成做我的陪伴者。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只有3句，牧师甲第20节提掉，毋是第20节无重要，是为着要互咱知影，伫上帝的圣殿，伫上帝所欢喜的家族家庭的内底，上帝要怎样来祝福伊？伊讲兄弟姊妹好好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咱的家庭若有上帝祝福，是何等的良善、美妙、安乐。伊讲伫迄个所在有上帝所定定的祝福，也即咱敢有是期待咱的家庭是有满满上帝的祝福。阿们啊！我相信恁的点头牧师就知影，咱拢需要，咱拢甲上帝讨讲，上帝对你的圣殿，我领受你圣殿的祝福。主啊，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咱就想到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安静的水边。伊用油抹我的头壳，互我稳定满满到一世人。兄弟姊妹，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甲这个耶和华就是咱的大牧者，伊就是赏赐，伊就是陪伴。耶和华通过耶稣基督，伊设立一个陪伴者应该有的图像，所以教会应该就是一个陪伴者。教会应该就是亲像牧师今日特别用咱教会最典雅，嘛是真象征性的一个相片。而且你会记咱教会礼拜堂的卡车片画一张图，迄张图是啥？恁敢有印象？伫礼拜堂甲教育馆中间，伫个礼拜堂的壁顶，就是耶稣抱羊仔囝。这张图有真侪人解说，拢无共款。这张图有黑色的羊，嘛有白色的羊。所以兄弟姊妹咧，有人就安尼解说讲，我就是一只搞怪的羊仔囝，是黑色的羊，但是耶稣特别疼我，伊就甲我抱伫伊的形象。兄弟姊妹，有人用安尼来诠释，用这个图片
来自我的学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伫我的一生中间修生，求你先抱我伫你的行程，互我享受上帝你的怜悯，然后差遣我，成做一个怜悯人的人。兄弟姊妹，这是耶稣所讲，一个陪伴者应该有的态度。陪伴者最要紧一个精神，就是怜悯人甲主爱。这是一个真要紧教会存在的品格，嘛是教会存在的特性。一个教会若无相听，伊就真困难真侪上帝是未给记号。一个教会若有怜悯人，一个教会若有开放的空间，就是永远逐种，人讲一样米是百样人。教会敢毋是安尼？教会应该拥有各种性格、各种的教育程度、各种的社会地位、各种的思想、各种的年纪。教会就是一样米饲百样人，是上帝通过看会到的礼拜堂，互每一个人拢得到接纳。兄弟姊妹，用安尼为咱的教会来祈祷好毋好？愿咱的教会永远有一个空间，保留给陌生人。愿咱的教会永远有一个空间，用任何野生、背当当、失败、无路通去的人，伊会通入来到伫咱的中间。这2年我拄搁较特别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咱的教会开始有好的音响设备，所以咱就真容易将咱的教会礼拜的直播甲讲道片就放伫云端网络的顶端。牧师就发现有一寡人，因为因拜六礼拜时间有工作的组合，所以无拄拄伫礼拜日的时会当做礼拜，所以因就会看咱教会直播。那万一咱的当中，比如讲停电，还是在电脑宕机，因就做有出的。伊就讲牧师这礼拜开没有丢上迄个直播，因为因伫无共款的需要顶悬。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毋是干那存在伫即个看会到的空间，永远存留伫上帝神圣的空间，伫空中，任何需要的人，因会通来领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嘛常常为着教会云端的工作来祈祷，你求天父上帝当通过。咱的教会这个圣义共同、圣而共同的礼拜聚会，伊嘛当分享，无方便来到咱中间，咱的兄弟、咱的姊妹，甚至陌生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当耶稣甲这个咧教神学的这个经学书，今仔圣经是记载伫路加甲马太2个所在拢有讲到，伊讲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马太翻译讲爱人如己，2个翻译无共款。马太福音讲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咱拢要背对啊，差不多几乎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口号。我爱听人亲像家己，但是事实上马太福音的爱人如己，拄拄是甲路加的福音是共字，但是翻译无共款。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讲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意思是你的厝边甲你作为生活徛起，是你的外人伫你的厝边，但这厝边就亲像你家己。所以真正圣经无论是马太、路加，以正确的翻译拢讲，听你的厝边，意思就是你的身边的人。兄弟姊妹，身边的人变做家己的人。这就是伫听的内底，有爱就有接纳，有爱就有开放，有爱就有包容，对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个永远有空间，为着新的陌生人，也永远有空间
为着咱来存在。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互咱的教会，这种相片足水吼。本地咱的副堂我嘛要设计安尼啊，吼啊！我想讲爱一个共性的窗，但是迄个造型甲迄个设计较困难，啊，这种的做法咱台湾较习惯，因为咱的铝门窗的工厂真容易的，这个的制式的规格，但这个相片就是古伦神父因的修道院，我看过真多古老的修道院，还是新的修道院，拢类似安尼。因为伊是伫欧洲、伫美国，因真侪所在寒人拢会落雪，所以若伫落雪的天气中间，伊要对这间礼拜堂去另外一间工作的所在，那落雪就真寒，真无方便。所以伫迄个修道院的内底，伊就真侪所在叫做回廊，就亲像安尼。伊这边是礼拜堂，这边是工作的所在，这边是教室。但是伊边啊，拢有一个真宽，伊当通过这个走道，就亲像咧坐玲珑，伫整个这个空间的中间，伊拢会当真舒适来生活。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嘛永远有这种互人舒适、神圣、听的空间。咱的教会有水无？这是咱伫旧年要庆祝这个献堂的3月4月，已经甲伊用做水彩画，甲处理，甲相片处理，成做一个水彩画。这个相片甲咱讲，这是一个真水，有真侪新的无共款。一个礼拜堂，这丛树啊，你也看经过2年，即摆大甲真水。兄弟姊妹，你经过这几年伫德登教会，你敢有较大汉？你无输，你嘛永远拢保持安尼的，无倒酒就加在啊！人会倒酒无？会啦，我嘛求1公分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输咧甲恁接近距离，毋是咧讲外在，是讲咱内面的灵魂，咱的性格的人，有当大人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任何伫这个所在生活的人，伊拢会当成长，伊拢会当把握，伊拢会当和谐甲平安。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心灵陪伴的教会。咱的教会有3个时间真重要，一个时间就是礼拜，一个时间就是查经，一个时间就是祈祷。祈祷就是享受祈祷，查经就是享受读圣经，礼拜。就是享受甲上帝亲近，有一个神圣充满的圣殿的内底。互我入去的时阵，我自然就感觉有上帝临在伫我的中间。兄弟姊妹，这3个工作拢需要人来陪伴。所以你若有时间欢喜，咱做伙来陪伴这3个时间，咱来接受祝福，伫安静的祈祷会中间，咱得到安静。咱来接受查考圣经，伫查考圣经的中间，咱就得到把助，得到养赐，就得到上帝话的光照，咱就明白上帝奥妙，伊的启示甲伊的智慧。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伫这3个时间顶悬，拢造就人。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这3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拢会当造就人，兄弟姊妹，愿恁常常来祈祷，也愿咱伫祈祷的中间，常常纪念因为心神不安的人。今日透早一直有电话入来，因为郭依林的妈妈可能已经真严重。郭依林的妈妈选择一项，就是伊要很安详、很尊严。所以，郭依林的妈妈连鼻胃管都拒绝插鼻胃管，所以伊急速，因为若要用鼻胃管，你敢若注天地机，拢永远无够价，身躯顶悬的需要。今日透早，郭依林就打电话，拜托牧师伫电话中甲伊的妈妈做祈祷。兄弟姊妹，咱拢有生命的需要。
咱的教会就是一个互相陪伴的团契，对不对？兄弟姊妹，你敢愿意甲牧师做伙，咱做伙来成做一个陪伴人的团队？恁愿意吗？那三更半暝要开远途去探访人，你会当志愿甲牧师讲，牧师若随时24小时你甲我叫，我替你开车，我甲你做伙来。兄弟姊妹，咱敢愿意做伙成做一个伫第一个时间，伫上需要的时间，咱是第一个到，也愿意到的人。愿天父上帝拣选咱，互咱因为咱是亲人，因为咱是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咱是信仰的亲人，所以咱愿意。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这个礼拜，互咱手牵手，心连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心灵陪伴的人。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讲，什么是做一个陪伴者？圣经的教师，有一篇足色，恁会晓背的诗，恁就甲伊背起来。第一，当你读诗篇23篇，你甲伊背起来了后，你就知影你怎样成做一个陪伴的人。因为圣经中间咧讲起陪伴者最重要的图像，就亲像这张。牧者，你唔免了解，唔免背足这经文，但是你若甲上帝讲，上帝，我愿意做一个小小的牧羊人，你是一个大牧者，我要做你的工人，我做小小的牧者就好。你们可以哦，你们可以做你们的同学的小牧羊人。你讲牧师，我要大汉，不会，牧师祝福恁。恁成做恁的同学、恁的朋友的祝福。兄弟姊妹，你若是年长的人，你更加有智慧，因为你行的路比少年人行的桥较长。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用牧者这张图，用诗篇23篇来做咱的默想。咱求天父上帝亲自，互咱明白讲，咱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陪伴者。所以每一个伊的囝儿，拢是伫这个黑暗的世代咧做人的陪伴者。所以人的陪伴者需要有上帝的话，需要上帝的光，需要有圣神的同在。这个陪伴者不是青梅带青梅，陪伴者若是青梅带青梅，那就惨啊！因为伫元宵背景的时代，做伙带来去放荡。但是陪伴者不是安尼，陪伴者是有光。有圣神，有良心，有怜悯。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诗篇23篇安尼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也者你有欠亏吗？你甲上帝祷告，主啊，伫你的手中，互我不缺少任何一样的良善。耶和华，你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互我倒伫安静的水边，为着我的名，为着你的名，带我行义的路。互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你的名，带我行义的路。这是牧者的角色，互人觉醒，互迷路的人倒转来，互伫十字路口丢毒，唔知好气好强的少年人，因为当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因找到生命的标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拄着艰难、危险当中，主讲我就是你的腿，你的拐。这咱伫教会人听，有人佫听无。邱雄老师伊拄来时，伊是第一代基督徒，伊常常咧听咱咧启蒙文讲，用你的腿，你的拐，伊咧想讲迄是啥物东西。后来读着这个字，伊才慢慢明白。原来，迄就是牧羊人伊的生命照顾的工具。伊用这个棍啊赶走豺狼野兽，伊用这个棍啊有一个弯弯的头，把迄只乌白走的羊啊扭来伊的身边，用伊的腿、伊的拐安慰咱，佮甲咱摆设属灵的恩赐，
礼拜，心灵的交通伫基督的中间，圣神的同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有稳定自卑到一世人，互咱永远咱的心灵甲上帝三千军。主听咱的祈祷，互咱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咱知影伫旧约，圣经讲上帝就是大牧者，伫新约真明显讲，主耶稣就是世间落尾的大牧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耶稣的身躯顶悬明白，这个牧者伊本身就是以马内利，意思就是上帝甲我三甲伫地，对这时到永远，永远无离开我。然后这你相信吗？这是主耶稣英文讲，我就甲恁三甲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我搁读一摆，我就甲你三甲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写伫什么所在？写伫马太福音上尾章上尾句话。马太福音28章上尾句上尾话，伊讲你爱去普天的传福音，招万人来做我的学生。既然我教是你的，你就教是因。然后甲因奉爸囝圣神的名行洗礼，然后我就甲恁三甲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现在译本翻译了做水，我就必与你同行，直到世界的尽头。有水无？我就必与你直到世界的尽头，直到你人生的最后一个时刻。上帝拢要甲咱三甲伫地，愿天父上帝对咱讲，互咱对伊讲以马内利，互咱对伊讲，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主耶稣你是我的陪伴者。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有甲阮提醒，阮就是小小牧羊人，阮每一个人要互相照顾。你若失志，我就陪伴，咱互相相听，主看了就欢喜。愿主帮助咱，互咱互相成做互相的陪伴者。牧师差不多32年来，逐礼拜最后结束的时阵，祝福祈祷就是这句。伊讲：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你三甲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这是保罗写伫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恩惠伫圣经的中间讲，如果你有属灵的恩赐，对这个字，属灵的恩赐意思就是上帝将各种的能力放伫我的生命中间。恩惠就是这个字 ，charis。第二，相通，好好本翻译做感动，圣神的感动伫我的生命中间。但是伊真正意思是圣神甲我合而为一，这个字叫做 koinonia。应该咱的台语的圣经讲相通啦，台语的圣经该翻做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甲圣神已经无分你甲我甲上帝无分你甲我。我伫教会中间兄弟姊妹已经无分你甲我。无分你的囡仔，我的囡仔；无分你的爸爸妈妈，还是我的爸爸妈妈。伫上帝的内底，伫圣神的内底，这个字翻做感动甲相通。天主教该翻做共融，足水的一个字。共融的意思就是打破自己，将一块土角、两块，该黏黏、收收、戳戳做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兄弟姊妹，愿主爱主耶稣伊的手，甲咱摕做伙，甲咱围垒做伙，甲咱苦苦做伙，互这间教会真多众人合一的教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上帝的主爱，这个主爱，这个字就是。阿卡佩，所以咱咧祝祷的时有圣神的恩赐，有上帝神圣的听，
有共同团结的生活。迄毋是干那祝福尔，迄嘛是一个提醒，嘛是一个切恳。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明白讲，圣神的感动相通。所以牧师咧绝对是常常拢讲这两字做伙讲。愿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三甲伫地有啊，是两个翻译，其实是一项尔。就是上帝的圣神踮伫咱的中间，正做咱的同伴。伊讲迄个同在这个字，伊本来的意思就是我成为你的生命的伙伴，我成为你生命的帮助者。我使用这个字的意思来提醒咱，一个陪伴者上少应该明白这两项。我成做一个陪伴者的时，就是伊要成做我的亲人，伊要成做我的兄弟。伊若成做我的四大人，我甲伊爱来去病院，伫迄个过程我袂嫌重。这就是伙伴，这就是帮助。所以这个字讲，圣神要成做咱的保惠师，要成做咱的帮衬。伫咱吐气讲袂出来的时，咱的圣神嘛要亲自亲像咱的吐气，为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出声祈祷。兄弟姊妹，咱若成做人的陪伴者，圣神就成做咱的陪伴者，伊就要用灵敏吐气，为着咱的软弱来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主耶稣是一个大牧者，主耶稣独经12个信心上坚定、受造就的12个门徒，伊甲伊祝福讲：我就甲恁三甲伫地。耶稣设立教会，耶稣设立门徒，伊最要紧就是用伊的权能，甲因围垒做伙。伊讲：我是教会的头，恁是这个教会的肢体，我甲恁三甲伫地。三甲伫地这个字，就是英语咧讲的 among， 也是 with。with 就是讲我甲你做伙 ，among 就是讲我伫恁的中间。意思就是上帝伫咱的身边，甲咱三甲伫地。像这用耶稣的心做咱的心。你若唔知要做什么，你若唔知我应该有什么种的态度，会记得心中充满了爱，心中永远有一个人多一点别人的空间，心中总有一个多一点点的空间。互别人，咱的教会敢有空间，通互陌生人入来？咱有偌大的空间，愿意互那个讨厌的陌生人，我搁加上讨厌。咱有多少空间，是人会当随时无征求咱的同意，伊就入来？现代人真强调叫做隐私权，对吧？说我的个资你袂使随时甲我用，我的肖像权你袂使随便甲我用，这是表明讲现代人有划定一个空间，你不能够进来，因为你进来就是打搅，就是侵犯。兄弟姊妹，有偌大的空间？拢是由咱家己做决定，咱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咱安怎过一个充满神圣的空间的信仰生活？愿天父上帝为着咱的教会做祝福的工作，所以第二个祈祷牧师要邀请咱为着教会的存在来祈祷。其实这个想法对咱的教会来讲，不是新的想法。咱的教会伫周报顶悬拢写讲，阮的教会要成做心灵之家。第4个，阮的教会要成做心灵之家。那这上面叫做心灵之家。心灵之家最浅白的意思就是讲，劳苦陪同的人一当击败，伫这个所在得到安详。我去培灵，真常常讲到一个人的故事。一直自杀
第二天，伊进来礼拜堂，家己安静坐伫遮祈祷。这是足多年以前的故事。咱的姊妹邀请伊的太太，因为伊的太太已经心疲力竭，即个兄弟3届自杀，因为车祸甲人有纠纷，弄一个对象有太多的责任，伊感觉伊无法度去负责任，所以伊就选择烧炭自杀。第3摆的时，伊的太太已经精疲力竭了。伊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伊就来教会祈祷。然后我甲伊讲：“你敢要当？你若愿意，你当招你的先生来牧师，甲恁祈祷。”迄个暗伊招伊的先生来礼拜堂，我甲伊祈祷的是，即个兄弟拢无爱讲话，很冷漠。一个心内作烦的人，什么话拢听袂落，恁敢有同意？一个已经绝望的人，什么种的安慰的声对伊来讲，拢是空的。但是刚才上帝互伊会记你一句话，因要离开的时候，我有甲伊分享讲，阮的教会门24小时拢是开的。你若愿意，你会当家己来遮祈祷。真正是上帝甲伊讲话，过工的阴暗，伊家己开车，家己入来。也无叫牧师，伊坐伫这个所在祈祷。后来，伊得到安慰了后，伊放弃，伊决定无要自杀。后来较长的时间，伊甲我讲，伊讲牧师，迄个阴暗，我来祈祷的时，我知影有人咧陪我，我静静坐伫这个所在，我知影有人咧陪我。也说你爱这个上帝嘛，陪你到一生的路尾嘛？你相信这个上帝有存在吗？我毋捌看过上帝，但是每一个我的兄弟，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因看到就等于我看到，我相信我看袂到的上帝，伊即摆嘛咧帮助我讲道。甲恁三甲分享，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纯粹双手甲主邀请讲：主啊，请你进入我的生命的内底。互这间教会，毋是干那讲过去的故事，牧师拢讲别人的故事。主啊，求你互我有机会，我的故事真侪上帝，你互牧师讲，互众人讲，我家己讲的故事。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咱咱的教会，真就是一个信命背叛的教会。首先先背叛咱的囡仔，会记你回头背叛咱的长辈。把这个背叛当作是祝福，把这个背叛当作是欢喜。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伫背叛的中间有一个观念：你永远无交召我，你免客气，我欢喜，因为我白白得到，我愿意。白白甲你分享，而且愿咱每一个人拢做伙来思考耶稣所讲这句话：白白得到，白白分享。而且会记得咯，分享的过程中间，咱绝对袂搁较散，这是永远。当咱付出，当咱互人，当咱奉献，当咱高过上帝，兄弟姊妹，请会记得，咱袂搁较散。因为在咱的生命中间是一个活水稳定的江河，享受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是上帝伊满满在咱的生命中间，伊永远要互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互这间礼拜堂，互这间教会愈水，毋是外在的水，是真正因为三天的水。主怜悯帮助咱。昨暗我接到这个短讯，这是一个长期上帝交付我的背叛的青年，伊捌一段时间消失，因为伊是精神分裂的人。几年前捌一段真长的时间，我无搁再收到伊的简讯、甲 Facebook，
心内有一个重担，因为大概若下来，拢互我足紧张的，因为有真侪幻想，有真侪的埋怨。所以有一段真长时间，我想超过1年以上。后来我才知影用带入去伫桃园的属立安养院。后来出来，伊变做一个更较会晓照顾家己、过规律的生活的人。伊住伫一个友善之家，伫迄个所在有甲伊类似的人，迄毋是伊的厝。伫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帮衬伊，亲像外站，伊住伫遐，但是会甲伊安排一寡打工的机会。伊逐日沿暗拢会甲我报告讲，伊明仔载几点要去啥物所在，要去洗车，甲人汽车美容，伊要去啥物公司，甲人打扫。也是姊妹，我毋是甲恁要求恁讲牧师，你做辛苦，你做足个代志，毋是遐子。我感觉这是上帝互我一个足特别的。上帝知我有重担，但上帝互这个囡仔得到上帝家己的帮助，所以这个囡仔无搁再是囡仔，已经30几岁。伊今麦非常懂得照顾自己，伊情绪的起伏，伊的身躯，伊的心情。伊所需要的，基本就是阴暗。牧师要困之前，给他按一个赞，再来跟他讲你很棒，还讲好，我会为你祷告。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准备咱家己。有一日，上帝要将一个天使，跋倒的天使，交伫咱的教会，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帮助。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陪伴者3个特质。时间已经真长，下一次我更加详细甲咱做分享。一个陪伴者需要有怜悯的心。咱的陪伴长辈，有当时伊耳孔重，你甲伊讲一摆，伊搁甲你问一摆，你要讲一摆，伊搁甲你问一摆，3摆5摆了后，无一个人袂安尼甲伊讲，啊你是臭耳人哟，无你现在无听的。咱拢会因为咱是有咱的思考模式的人，来求天父上帝常常互咱心存怜悯。怜悯这个字的古约意思就是子宫啦，伊的意思就是讲，当你的心内有一个更较宽广的心，当咱的生命中有一个子宫更较宽广的心，咱就我着用稳人甲咱三个地带。用稳人的人需要一个 Yes I do， 好，我愿意帮助你。怜悯人的人愿意安那认同伊的软弱甲需要，真做我的陪伴。怜悯人的人需要认同对方，真做我甲伊共同生活的这个伙伴关系。圣经中间有一个真水的故事，就是罗德跟拿俄米路德记。圣经中间咧讲起拿俄米是一个寡妇，伊2个囡仔死啊，伊2个新妇一个离开，因为拿俄米讲我2个囡仔拢过身啊，我无法度去照顾恁，啊恁还阁足少年，恁通阁倒去，恁阁家己找家己幸福的婚姻的生活。所以一个新妇就真正去对伊的民族伫迄个所在生活。另外一个人叫做罗德，伊讲一句足水的话：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的家族就是我的家族。所以选择要甲伊的大家，所以对伊的家族倒去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社区。因为罗德毋是犹太人，伊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的家族就是我的家族。后来因为这种的信心甲水的品格，拿俄米的家族
嘛真侪路德的家族。当伊对伊故乡的事，路德的亲人有一个真有品格、经济足好的人，后来就照顾拿俄米，也照顾路德，真侪伊家己的亲人。无需用这个甲咱讲去认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主帮助咱有一个愿意敞开，咱愿意拍开咱的心的意愿。愿上帝，互咱的教会是一个有形无形的门，有时候是关，有时候是开，应该开的是开，应该关的是关。这就是以利亚进讲，我举上帝天国的锁匙，代表假的锁匙。我所开的门，无人通关；我所关的门，无人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个陪伴者上要紧，就是上帝的话，甲上帝所想出的愿望来陪伴人。兄弟姊妹，陪伴者最后嘛是上重要的工作，就是用上帝的话来鼓励失志的人，用上帝所想出的愿望来引带绝望的人。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直到咱完全明白，咱嘛幸福伫主的面前讲：主，你所做的有够额，你为我所做的已经有够额。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换我学习为你来做。主耶稣，你是我的陪伴者，愿我真做你的奴仆，我嘛真做陪伴人的人。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真做一个心灵陪伴的教会。咱当心来祈祷，主啊，伫你面前当心祈祷，愿爱你的教会，真做陪伴人的教会。这是阮心所愿。今仔日通过圣主日，阮作为主席伫你的面前，也受上帝你的话，我嘛决志，愿这间教会归荣光互你，用神益人，互人得到陪伴甲祝福。主，我伫遮，请你用我，我伫你面前祈祷，我可要所有性命。阿门。